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新闻一开始带您关心疫情消息。诺富特饭店从多名机师染疫，现在又爆出饭店员工也确诊。新增的本土案例按1145是诺富特饭店的外包水电工，工作地点在饭店5、6楼的施工区，但由于和饭店人员及旅客没有接触，日前被列为感染源不明。如今陈时中部长公开表示，按1145可能到过饭店 B1 用餐，带您一起来看。在施工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工作的人员哈。那我们有知道说，他们可能有在 B1 的地方在供餐。他不用过健保卡哦，部长不用过健保卡，要吧？他不用。外包商水电工啊，他到底有没有接触到饭店其他人员？因为他在3楼、5楼、6楼施工，有没有其他的人？在施工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工作的人员哈。那我们有知道说，他们可能有在 B1 的地方在供餐。外界担心他可能会成为像之前布桃安全区确诊的那个个案，指挥中心怎么看？区确诊的布桃群区确诊的个案。没有，我想大家对这个案件都抱以高度的关心。那我们持续尽快的把这些相关的人，主要是这74个相关的外包商，那还有他的同住的家人，然后已经隔离了，然后尽速检验完成。部长，这次事件呢，郑文灿有说，就是指挥中心华航的机型检讨，但是交通部公布 SOP 当中就说地方政府负责任，两者是不是有点互推指责在看？没有，我想现在是一个中央地方大家合作抗疫的时候。那我想这个要一起并肩作战，那资讯的交通流通是非常重要。那有什么样讯息大家不够清楚，我们尽速解决。华航诺富特旅馆爆发群聚感染事件后，确诊案例不断提升，其中一名确诊案例足迹遍及双北市，让台北市需要进行的居家隔离人数来到了252人，创下新高。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目前仍维持秋冬专案的防疫规模，暂时不会停办大型集会活动，但仍呼吁要维持社交距离，且配合相关单位进行10连制的措施。一起来看报道。台北市目前为止在单一的居家隔离的事件，单一事件里面居家隔离的人数已经创到252人。那这几天相关几个在台北市有足迹的部分，台北市政府收到通知以后，都有做完整的清消。那到今天为止，包括早上陈时中部长在接受广播也是说，目前为止暂时没有原因不明的本土病例，所以台北市目前还是依照原有的秋冬专案以及中央规定的相关措施来进行，暂时并不会提升到第一个阶段。那我们也会密切监控后续的状况。这个防疫已经1年多了到现在为止情况还好了这表示说我们大战略是 OK 不是说我们还是保持一个滚动式修正在过程当中发现有问题这些破洞补起来就可以。那么现在疫苗还看不出什么时候会进来，所以在可见的时间内。大概还是没有疫苗，那疫苗才是终极的解决办法所以既然还没有疫苗的话，我们还是要必须维持过去还算是有效的防疫的战略。所以也因为这样，你知道我们还是严格的遵照 SOP 来走，监视整个疫情的变化。如果有问题的话，才升高防疫的层级。所以在那之前，我们就是维持现状，然后严密监视。不过也呼吁群众这个市民朋友口罩戴好，然后如果是室内活动，尽量维持10连制。上个礼拜那个科威特籍的离开我们的旅馆，跑到屏东去了。像这个我就要求说要做检讨报告，结果现在发现问题出在哪里？理论上，那只手机既然是登记在我们的防疫系统里面，它关机跟移动位置的话，特别是离开那个它被允许的位置，应当会被马上发现的。可是，在那个案例竟然慢了3.5个小时。那时候我们就要查说，为什么中华电信对这种被盯住的手机，你知道关机跟离开它应该存在的位置，
要3个小时半后才会出现问题啊。这个我们就会要求说，他去盯说，中华电信里面这个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啊？这是补破洞。所以包括这次防疫旅馆，你知道我大概如果说以一个医学专家，你知道去检查，第一点航空机组人员不应当跟一般的旅客，你知道有不同的防疫标准嘛？比方说他进来停留的观察时间，既然我们一般旅客是观察14天没问题才进入社会，如果除非他们全部有打过疫苗，不然他们不应当用不同的标准。我也算过从开始打疫苗到2轮要打完，最快大概要20个礼拜，所以那个大概要半年了。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台湾在这种疫情的防疫还是要延续过去这种防疫的战略。所以New Normal 新常态，意思就是说我们在防疫跟经济发展当中还是取一个平衡。所以我们也不叫超前部署，应该叫适当部署。2020年台湾最成功的地方，并不是我们确诊案例少，而是我们的 GDP 竟然还在成长，这才是我们最成功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在给人民最少干扰状态下进行防疫。那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是这样，保持密切观察。我们要开始养成一个习惯，我可能在前3天跟你说停办。那所以原则上是我们朝着继续举办的方式去准备，但是随时可能跟你停掉。疫情扩大，防疫疫苗你打了吗？日前，卫福部长陈时中及桃园市长郑文灿前往部桃医院视察防疫旅馆人员接种疫苗的情况。不过，2人前脚才刚走，现场就传出有1名男子疑似出现晕针状况，且有血压过低的现象，当场由医护人员送往急诊室观察治疗。到底原因为何？来听听医生的说法。因为有的民众打针的时候，其实像有一些立即的反应，就是像过敏的现象。那有一些是要打针的时候，他可能交感神经的比较紧张的部分，然后打完针后，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觉得头晕的现象。好，那所以刚刚那位民众是可以跟我们对谈自如啦，那所以他其实可是还是觉得他非常的头晕。那因为我们就是打完针之后有立即的现象，我们还是要小心说他有没有可能有任何过敏的一些反应。所以我们现在是先让他就是到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去，然后再做进一步的一个观察。平时他是防疫旅馆的人员，还是一般民众自费的呢？这个我们不便讲。再来持续关心全球的疫情资讯。印度疫情失控，每日确诊人数都超过35万人，目前累计确诊人数近2000万，染病死亡人数也已突破21万人。而在印度的台湾人已至少11人确诊，已知有1名台干不治身亡。而外交部在日前表示，目前已配送紧急医疗物资送往印度，但暂无撤侨的打算。印度爆发第2波疫情之后，近期单日确诊病例都超过30万人，确诊人数已累积近2000万人。根据驻印度代表处掌握的资讯，有20名旅居印度的国人确诊，其中1名阳性国人在1号不幸病逝，其他确诊者仍在居家隔离中。而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日前表示，都有与台商侨民保持密切联系，也会针对侨民及台商的需求提供及时协助。日前，台湾首批援助印度紧急医疗救援物资，包括150台制氧机、500台氧气钢瓶，已由华航货机在5月2号送达德里国际机场，也将持续提供印度迫切需要的救援医疗物资，以协助印度因应疫情。
行政院日前在立法协调会上，针对3阶的在外推方案提出说明，其中环团诉求停工的部分，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表示，在外推方案在法令及相容性许可部分将会继续施工，但工业港区的浚挖则是暂停施工。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表示，在外推案就是回应早教发起人潘忠政要求停工的最好方案。他还强调，这项方案不仅对早教的影响力几乎是0，也是目前最大的进步。如果公投案通过了，那就是一个灾难。这个灾难就是我们在这里没办法盖3阶，连这个机会都没有。那我们整个能源转型、供电稳定会大受影响。在这种状况底下，我们希望今天所提出的3阶的外推方案，能够寻求各方的支持。面对公投，政府要想尽一切的方法，争取人民最大的支持。3阶外推方案是政府用最大的承受度，展现最大的诚意度，希望人民能够接受、理解，也希望各位委员能够支持同意。我们预估的这个2年半，就是包括提出环差跟工期，2个算在一起。那这个的方案我们会尽快来提出环差。那目前我们中油正在撰写这个环差的评估报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针对要不要停工这个问题，那如果对我们要外推的这个方案，它主要是在工业港的地区，所以对于工业区的这个储槽、气化设施等等都没有影响，所以这一些还是可以继续赶快来施工。那至于如果有变动的部分，比如说外推之后就不浚挖了，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目前就不会去动工。为什么会有外推方案？就是因为原来公投会成案，很多人关心的那个天然气船进来的时候要疏浚，像外推案全部都不用疏浚。原来的码头会压到礁体，现在完全没有影响到礁体，所以原先担心的这一些，希望可以保护到藻礁的，完全的都来维持住。我想这个是第一个特别说明，这个等同今天经济部愿意这样的正面的来推外推案，就是在呼应潘老师等这些停工的具体保护藻礁的做法。那我要特别说明的是，刚刚我们罗秉成政委兼发言人特别讲到，当学生举手发问，透过联署要政府来把这个问题具体解决的时候，在这2个多月来，所有的年轻朋友、所有的学术界、所有的环团朋友，陷入一个非常进退两难的这个焦虑的状态。为什么？这个公投案如果继续走下去，大家所期待的能源转型绝对会大受影响。那可是藻礁还是要保护，灰河家园、减煤、蒸汽、降空污又是大家的共识。在这4个考卷里面，如果现况是80分，这个外推案可以让刚刚的4个同时往前走。所以这时候要请大家检视的是，原来的这一个所谓的国民党的方案里面，它的工业区是232，那我们现在剩缩小完23，那现在的外推当然一样维持绿色的23，可是各位请去注意，我们潘老师非常在乎的是什么？工业港。原来国民党时期的工业港是248公顷，我们的缩小方案是总共96公顷，可是这一次的外移，整个工业港没有浚深，码头又没有填到藻礁，所以等同对藻礁的影响几乎是到0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这一个进步，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让所有希望7000多年的藻礁以及延伸到海底及以下的礁体都可以保护住。台北市大安区卧龙义警分队3号晚间在中山区的婚宴会馆进行参叙，双北警局长都受邀参加，不过却有2名黑衣人朝着餐厅2楼的柜台
泼洒大量蟑螂后随即逃逸。经初步调查，前后共有5人涉案，有人负责泼洒蟑螂，有人进行拍摄过程，还有车手接应。但中山警分局表示，初步判定跟双北警局长无关，目前也朝向餐厅方面与人结怨进行侦办。目前发现的是，可能跟餐厅的纠纷比较有可能性，跟当时在餐厅内宴会的团体可能性较低，因为他们是在餐厅的柜台泼洒蟑螂，并没有进到宴会厅相关的包厢里面去。中山分局针对5月3号在本辖中山区新生北路有一家餐厅，那遭犯嫌泼洒蟑螂案，在此做个侦办的说明。那这是在5月3号19点24分发生。那本分局110系统在27分的时候接获报案。那在3分钟之内，30分左右，中山一派出所随即派遣快打人员到场处理。那中山一派出所员警到场的时候，泼洒蟑螂的嫌犯已经逃逸。那我们立即调阅监视录影资料，那发现疑似泼洒蟑螂的嫌犯有2名男性，另外在现场也有1男1女疑似在把风露营。这4名嫌犯经过我们持续的追查逃逸的路线，发现他在台北市区利用步行、汽机车等变换不同交通工具的方式逃逸，躲避警方追缉。我们在8点以前，随即由局长召集本分局以及刑警大队，另外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也派员支援，共同成立专案小组，积极的追缉。那目前我们已经掌握特定的犯嫌，共有5人，目前搭乘车辆逃逸中，我们在积极的追缉。另外，犯案的动机，经过我们详细的访查，与当时在餐厅内宴会的各个团体，相关的可能性较低。那与餐厅本身可能发生的纠纷，可能性较高。但是目前我们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还是持续朝可能的线索积极的追缉。带您看到职篮联盟冠军争霸赛掀起了全民篮球热，啦啦队面容姣好、舞蹈火辣的人气团员也备受讨论。其中拥有台版赛琳娜之称的电眼女神钱钱，是福尔摩沙梦想家的啦啦队成员。虽然年仅27岁，已经开设自己的拉丁有氧教室，也曾在澳洲学校跳啦啦队。而谈起恋爱往事，她也大方分享追男生的方法。一起来看她的专访。我是 Formosa Sexy 1号钱钱，小霞。我的主业是老师，我是一个拉丁有氧教练，啦啦队算我的副业。那个是我自己在云林，我有自己开一间教室。所以你上课也是那种比较活泼的状态？对啊，上课他们很爱我哎，他们把我当女神在看，把我当神在拜。哇，我老师就是个女神，我是女神。我从小学、幼稚园、中班开始跳舞，到现在超过20几年了吧。我小时候就跟我妈讲说，我不管怎样，我一定要跳啦啦队。因为我很爱看那种美国的影集，然后就幻想自己是里面的高校啦啦队。我还跟我妈讲说，以后长大我要跟洋妞一起跳舞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有去澳洲，然后去澳洲打工游学，我就先去读当地的那个语文学校，我一股脑的去冲进参加人家那种大学里面的那种啦啦队这样。亚洲人在那个舞团里面会遇到什么困难吗？语言困难，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去沟通吧。因为他们讲话就很快，他们是道地的澳洲人，就澳洲人讲英文，他们会有一个口音。And I flashed him and sent them off in the direction of him.
有像我们想象中那种什么橄榄球队员都很帅这样之类的。我跟你讲，他们真的蛮帅的。我1周工作的时间基本上是6天，因为我1、2、3、4都要教课，空档的时间我就会来台中练舞，所以我很常是早上教课，中午跑来台中练舞，练完再开车直接回云林再教课，有一整天都会是这样子，就是逼死自己的状态，就很逼死自己啊，有情商啊。单身一段时间，快半年，半年都靠自己了，不靠任何人。这个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那个情商实在是促使我长大的动力。是因为交往蛮长一段时间？没有，就半年。半年他也可以这样给我乱搞。他有想要复合吗？没有啊，他该死，他做坏事。所以你是立刻会发现他做坏事就掰掉的人？我是当场发现的。这种8点档剧情，这种撒狗血那一种的，看高不高，然后牙齿整不整齐。要多高？185以上。我是高控。跟球星交往嘞？我是高控，我真的是高控。我190好，200更好。不过最高是196，然后再来就是191，然后再来185。196呗，很高啊。我觉得我现在要心动已经很难了，对吧？找不到心动的男生。大概有观察的对象吗？虽然很想哭，人生还长，走走看看，总会遇到自己喜欢的。而且我是那种会自己追男生的那种人。我喜欢你，我就会去追你。我不喜欢人家来追我，我会觉得好无趣哦。人家说我女追男隔层纱，那都骗人的，好辛苦啊。就是那个男生生日的时候，我们还没在一起，我就送他一只 Apple Watch， 而且他不管在哪，我就会第一个时间配合他。然后可能就去找。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